门外敲竹之声，不知是否是臣？是臣。听是老姑姑送茶，免劳了。不是送茶，还有谁来？替我开门也可。何此一家欢，光彩早晨燕飞放。秀才反复。想样子，先知何子？为何一夜至此？这一听得秀才高桥的话，口口声声教导美人姐姐，声音哀出，像是伤心，声音得来同分。原来是此。瞥见你风儿君娘，悄悄地与你接过半孩。却是家吉祥一彩闪光华，
何日何日何年何月何日何日？天上人间双星光，双星光，双星光。金钗客寒夜来家，月天仙上门下堂，不知他是哪家才眷女娇娃。这情景倒叫人又惊又喜，又怜又怕，怕的是一梦醒来空见呀，小娘子今夜相逢，莫非是梦？莫非是梦？梦中之事，非必非真。当真，我盼你似春风，为我催花，莲叶放。何时花枝残，生碧江，歌中情语你自唱。多梳窗，静悄悄，眉淡听，悄恰恰，眉似香，心绵绵，湖山端修大大，清风明月自富江，两小企图藏欢愉，切莫推人两小苦短，惊魂话题。随心思，相逢残月。浮烟尘，
决心害怕的苍天，不留下儿连苏生不把心儿许悲宣情，不准心儿下对儿下月儿望，是此。